我今日介紹嘅就係一個天才畫家，佢呢就係荷蘭人嚟嘅。你估下佢係邊個？冇錯啦，就係梵高。佢呢，佢嘅全名就係文森威廉梵高，佢係後印象派嘅典範。佢一生都係咁悲慘咁度過嘅。呢個就係星夜，大家都會常見嘅。我覺得應該大家都見過呢幅星夜啦，好靚啊！梵高一生都係咁悲慘咁度過嘅。佢離開世上嘅時候先用37歲。其實佢個畫家生涯都唔超過10年，但係都留低咗850幅油畫同埋800幾幅素描。呢度都唔少畫喎。梵高嘅題材包括靜物寫生、郊野田園、街道風景、郊野田園、街道風景。佢有個好朋友，同樣都係藝術家嚟嘅。佢呢就係高更就踩梵高啲畫，所以搞到梵高精神崩潰，就割咗自己隻耳仔。呢個就係割耳事件啊！其中一幅佢嘅自畫像就係1889年所畫，兩幅係1889年所畫嘅，一幅係1月1號所畫嘅，一幅係2月3號所畫嘅。佢割咗自己隻耳仔後，2日後就返屋企。佢家門前聚集咗好多陌生人，有啲就嘲笑佢，有啲就咒罵佢。其中的一位郵差老娘會常見到喺人像